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1月15號星期三啦，咁都想同大家講一個比較熱門嘅財經話題。咁講緊呢係中國嘅 TikTok 咧，好可能會喺嚟緊嘅星期日呢，即係1月19號啦，喺美國就會被全面封閉啦。咁呢個日子其實都好微妙，因為喺之後嘅一日，即係1月20號啦，美國嘅後任總統特朗普呢就會正式上任啦。咁而特朗普之前呢，亦都曾經講過，因為 TikTok 幫到佢喺嗰個競選上呢，係吸引到一批年輕嘅選民，咁所以呢，佢曾經有意願呢，希望可以押後呢個法院對 TikTok 執行嘅命令，係暫時停止將佢作出禁閉，而希望可以揾到一個解決嘅方法。咁但係最終呢，美國嘅最高法院呢都仍然裁定呢係需要執行相關嘅禁令啦。咁因為喺1月19號嘅當日，美國嘅總統仍然係拜登啊嘛，而且呢條法案本身呢係獲得美國嘅民主同共和兩黨喺1年前一個共識呢先至推行嘅。咁所以呢，呢個唔賣就禁嘅一個禁令呢，其實對 TikTok 嚟講呢仍然係生效。當然技術上其實仍然有可以遊走嘅空間嘅，因為而家法案呢，只不過係禁止美國嘅所有應用商店呢係容許佢哋可以客戶下載或者係更新 TikTok 呢個軟件。咁已經下載咗嘅用戶呢，理論上係可以繼續使用嘅，只不過可能喺更新上或者係其他一啲維護嗰個網站上呢係做唔到一個更新。咁但係似乎 TikTok 而家嗰個取態呢，就係既然你禁呢，我就做到最盡啦，我就將會關閉成個 TikTok 喺美國嘅應用程式。咁呢個係有少少一拍兩散嘅意味啦。咁而令人即係意外嘅就係今次所謂 TikTok 禁令生效之後呢，而美國嘅網民特別係年輕嘅網民呢，似乎係對政府嘅做法呢係相當不滿嘅。咁基於呢種不滿嘅情緒呢，佢哋而家出現咗個熱潮呢，就係瘋狂咁湧入呢係中國另一個應用社交媒體嘅應用程式，就係小紅書，即係所謂Red Note 啦。咁小紅書香港嘅朋友，我相信呢幾年都聽得好多噶啦，因為好多內地嘅群眾落嚟香港都係用一啲所謂小紅書攻略，包括係旅遊啦，甚至係譬如一啲高才通，亦都小紅書有攻略教佢哋點樣喺香港開啲公司，係避免被入境處審查，可以獲得高才通嘅學歷資格，以至係好多譬如買樓嘅攻略、讀書嘅攻略、入學嘅攻略。咁呢啲喺小紅書咧，其實都好普遍。咁而家似乎咧係美國嘅民眾咧係都幾特別係年輕嘅網民咧，就趨之若鶩就係去小紅書啦。啱啱最新啲數據都反映咧，小紅書喺美國咧成為咗最熱門嘅下載應用程式嘅榜首啦。講緊有幾十萬嘅TikTok 嘅用戶啦，都已經轉緊去小紅書。咁呢個我相信一方面呢係既反映對現有政府禁令做法嘅不滿，而最近譬如美國一系列嘅事件，包括有啲風災、一啲洛杉磯嘅大火嘅火災，政府嗰個處事不力呢，亦都令到民眾本身呢係形成咗好大嘅不滿情緒，所以呢，喺咁嘅背景之下呢，好多人呢係寧願將自己嘅社交媒體呢係由TikTok 轉去小紅書，而唔係市場之前估計可能 Facebook、IG、YouTube 會受惠。咁結果可能係即係事與願違。之前有唔少嘅分析都話 Facebook 同 IG 可能會因此有一半嘅流量呢係會去咗佢哋嗰度。咁但係而家睇嚟呢係未必會發生啦。咁其實大家見到喺近年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都出現咗一啲新嘅產品啦，希望一啲用啲短片 short 啦，所謂就係去吸引佢嘅客戶啦。我留意到譬如 YouTube 如果你上載一定數量嘅 short 咧，其實你係可以即係加快獲得你嘅盈利。咁呢個似乎都係佢哋而家兵家必爭之地。咁但係事與願違呢，最終殺出咗一個小紅書呢，就令到即係呢啲美國嘅網民呢係傾向用小紅書。咁但係小紅書個使用用途呢，同 TikTok 係有基本嘅分別㗎。因為 TikTok 本身呢係字節跳動喺海外嘅一個即係社交媒體嘅版本啦，而喺國內同埋香港呢係用緊抖音㗎。
咁基本上抖音同埋 TikTok 咧係完全分割嘅兩個應用程式嚟嘅。咁但係小紅書咧就功能上雖然話有一個 Rednote 同一個小紅書嘅版本，但係用戶方面咧其實係某好大程度上都可以互通嘅，基本上都可以互相即係交流嘅。咁所以以往咧小紅書都係因為用內地嘅用戶為主啦，所以大部分都係一啲中文嘅影片。咁但係而家有所謂 TikTok 難民，大家見到好多 hashtag 嘅 TikTok refugee 啦，都係講呢啲美國嘅網民咧形容自己被迫害啦，需要係流入去小紅書。咁所以見到咧係國內同埋國外嘅網民呢，嗰個交流機會係大幅增加，而小紅書本身亦都有一個所謂 AI 嘅應用程式呢，係可以做到字幕上呢自動由中文轉做英文，亦都可以加強到兩者嘅溝通。咁呢度會有一個問題衍生啦，因為而家小紅書同Rednote 係基本上互通啦，咁會唔會喺某啲情況下，譬如國外喺美國嘅一啲政治討論、社會嘅討論，會咁樣去流入到中國內地呢？咁呢個係咪即係中央北京政府想見到嘅情況呢？呢個係一個 question mark。咁但係當然我都好有信心呢，中國嘅網絡長城呢，特別係小紅書呢，其實可以將一啲佢哋認為敏感嘅議題呢，係全面隔絕，係避免咗係咁樣受到影響嘅。其實講翻TikTok 嘅大股東，即係字節跳動嘅創辦人張一鳴啦，佢而家持有字節跳動係2%嘅股份啦，佢已經係中國嘅首富。有分析亦都估計咧，而家字節跳動嘅估值咧係講緊3000億美元嘅，而單計 TikTok 喺美國業務估值咧都可能高達400到500億美元。咁今次TikTok 最終選擇係唔出售，雖然之前有唔少傳聞，包括1-2年前曾經話考慮出售俾微軟，以至最新嘅版本係會唔會出售俾馬斯克，即係一個同中方相對上比較緊密嘅一個美國嘅富豪。喺咁嘅背景之下，其實會唔會中國係願意接受由馬斯克接手 TikTok 呢？咁但係最新嘅發展，如果冇特別嘅意外啦，似乎就寧願 TikTok 咧係寧願關閉美國嘅業務，寧願將嗰幾百億嘅業務估值咧係付諸流水。我諗呢個背後其實涉及張一鳴呢個人呢，其實佢而家只係40幾歲，佢係喺內地嗰個經營咗咁多年呢啲所謂社交媒體，由所謂字節跳動旗下嘅唔同嘅社交媒體，包括抖音啦，其實佢都係一個相當成功嘅生意人，而且佢亦都遊走於即係政治同經濟之間呢，佢嗰個做生意手段係的確相當之高明。咁似乎今次呢係佢寧願係配合中央政府嘅一啲行動，因為中國認為美國禁 TikTok 咧係出於政治動機，咁所以呢字節跳動要出售 TikTok 俾美國，譬如微軟呢，亦都係被中方之前呢係禁止嘅。咁所以張一鳴呢係好可能係因為咁嘅背景呢，係寧願將 TikTok 美國業務關閉，咁都唔願意出售俾其他第三方。咁呢個可能係對北京政府嘅一個即係政治上嘅表態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成個 TikTok 嘅用戶而家講緊喺美國有成1.7億佢哋對TikTok 嘅沉迷咧，的確係即係相當之瘋狂嘅。講緊呢，根據最新嘅統計咧，就呢億幾嘅用戶咧，平均每日咧會花54分鐘瀏覽嘅，遠超過喺 Facebook 嘅31分鐘啦，或者 IG 嘅33分鐘。咁你見到咧，其實美國人本身咧對 TikTok 係相當沉迷。無論係一啲短嘅社交短片啦，以至係好多一啲新聞嘅資訊啦，佢哋都已經係選擇咗喺 TikTok 上咧係接收資訊。咁呢個正正咧就係我形容，雖然話呢啲億幾嘅所謂 TikTok 用戶話自己係難民，但係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偽命題，因為其實佢哋所謂嘅難民身份，佢哋根本都唔係失去咗資訊自由，佢哋只不過係喺一個軟件嘅社交媒體工具上呢，係可能未能夠使用，可能需要轉去其他嘅社交媒體，佢哋仍然有選擇嘅自由。
咁但係真正嘅難民其實係無論喺政治上、人身上，以至係資訊接收上，其實都會係出現一個即係真正嘅困難。呢個喺無論內地以至近年香港喺國安法之後，好多人都會體會到。咁所以話自己係難民呢個身份呢，根本就係一個偽命題，亦都根本不符合事實。佢哋仍然有選擇嘅自由。呢個正正就係我想講TikTok 本身最大嘅問題呢，唔係私隱嘅問題，而係佢喺一個即係資訊篩選上面呢，係出現咗一個好嚴重嘅偏差。呢個我喺1年前都已經寫咗個文章講過，TikTok 正係資訊自由嘅最大敵人，因為佢嘅演算法以至佢嘅篩選呢，其實會係將一啲所謂社會上或者敏感嘅一啲政治社會議題呢，係作出篩選而選擇俾佢嘅用戶接收。呢個無論喺之前嘅俄烏戰爭，以至係以巴嘅衝突，以至係美國嘅總統選舉，甚至係英國嘅舊年嘅所謂一個民怨爆發出現嘅一啲最種族嘅社會暴亂呢，其實 TikTok 喺個演算法上呢，有唔少嘅研究都已經表明呢，其實佢係篩選咗一啲呢係中方認為係敏感嘅議題，將一啲佢哋認為唔應該係太過渲染或者係對中方不利嘅一啲信息呢，係作出篩選。呢個係正正影響住特別係年輕嘅朋友，佢哋因為而家好主要嘅渠道呢，都係靠 TikTok 呢啲咁嘅軟件呢去接收資訊，所以呢個資訊上嘅不對稱呢，先至係 TikTok 而家面對嘅最大問題。呢個正正亦都係兩個黨派民主共和兩黨呢，覺得需要將 TikTok 做一個禁閉。因為就算係TikTok 嘅行政總裁周受資之前上國會啦，議員呢亦都不斷再三去質問佢，到底 TikTok 嘅演算法以至係背後嘅數據係咪會去到即係中方手上呢？其實佢都俾唔到一個明確嘅答案。咁所以最終呢，兩黨呢先至係決定呢將 TikTok 係作出禁閉。咁所以你見到背後呢，其實 TikTok係一個中國軟實力嘅一個表現，而好可惜就係即係好多外國、美國、英國都係嘅年輕嘅網民呢，佢哋覺得自己嘅私隱當然唔係大問題啦，佢中意攞咪攞去咯，好多人都係咁樣講。咁但係除咗私隱之外，背後其實正正就係一個意識形態嘅一個篩選，以至係一個文化上嘅侵略。呢個正正就係中國點解要不斷發展自己嘅軟實力嘅一個具體嘅原因。而家啲用戶由TikTok 轉去小紅書，會唔會只係一時嘅熱潮？最終會唔會其實都出現同樣嘅問題？如果小紅書又有咁嘅爭議嘅時候，會唔會係另一次禁令呢？呢個其實係都幾值得關注。咁而今次事件呢，亦都影響到字節跳動啦喺海外上市嘅計劃㗎。咁之前曾經講過啦，就係佢嘅估值已經去到3000億美元啦。亦都有啲傳聞講過，會唔會佢選擇今年喺香港上市呢？如果佢喺香港上市，將會係成個 IPO 市場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發展。咁但係而家睇嚟呢，可能同上市嘅時間呢都仲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咁相信未來點樣發展，星期日呢，大家都會有一個即係具體嘅答案。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希望鍾意呢個片段嘅朋友呢，可以點讚、分享、留言啦。未訂閱嘅朋友呢，都希望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啦。我哋聽日再會。